bib 的话，像我们的 bib 也是第一字哈。啊，马兰德是它都哈，独立路哈，独立路这个词差别比较大了哈。它都差不多。好，我们先看看，就是知道是这些词哈。那个秀兰哈，你就是翻第一句好不好？然后那个书写呢，你就是翻第二句。然后那个品杰翻那个第五句啊。品杰的话就是翻那个呃恒春的好了哈。那另外那个那说还有那个星海老师他们是另外两个方言。好，哎，老师，你我可以海岸吗？你要海岸是吗？因为对啊，我都背海岸的。好，那就海岸哈，那就先来先到哈。好，OK。哎，那个星海老师是他他是哪？怎么不见了？他刚刚有上来吗？他好像是我不知道他是哪个方言别。没有关系，他没差了，他没差。哎，哦，好好好。好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哈，然后我们看句子哈。我们看第一个句子哈。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呃，有些翻译呢，它的中文差别不是很大，然后翻译就会有一些差别哈。所以你看看哈，看看这个按照我们刚刚讲的哈。所以书写你就是海岸的哈，海岸是第三句哈，第三句。来，那个秀兰哈，第一句。秀兰那个品杰嗨，最后一句试看看。就刚刚的那些单词，就是最好应用它的单词哈。拉杜哈，fiyuk 这个拉杜 bib 哈。好，我们看第一句。嗨，那你可以在这边哈，打好之后，在这个地方，好，在这个地方留言，我就会给它复制起来，然后我们就一句一句的这个在信息栏哈。好，没关系，那个品杰就不急哈。你打好了之后，你先吃饭，打好之后呢，你再那个把它加进来就好了哈，品杰哈。所以秀过来的是不是南市的是今天老师教我们制作竹笛那海岸的是今天老师教导制作口簧琴和竹笛。那恒春的是今天老师教我们制作口簧琴哈。差别不是很大，它的重点就是制作，谁教呢？谁教我们制作？老师什么时间呢？今天所以这个应该对我们来讲应该没什么单词哈。没什么单词单词大概就是这个标题哈，就是这个标题。所以如果你好的话，你跟我说一下，我就到那个新西兰那边去复制哈。那我们一般来讲教呢教导教导那可能你大概都会用巴西法纳或者是巴嘎法纳巴西法纳或巴嘎法纳。大概这个两个词可以用了哈。所以这个我们呢，它是被教导的对象。好，我们，所以主词是老师。老师，我好了。那个哎，那个谁刚上线？那个说树。好，你翻这个第二句第二句
拿到听到没有？你翻第2句哈，翻好之后留言在这个资料那个信息栏哈。好，书写的已经翻好了，我来复制哈。谁先翻好我就先讲它的哈。所以书写的是海岸哈。好。稍微放大一点哈。好，Pasifanaku singsi damianan amisanga do satuk atau bib anini 哈。好，基本上都有翻到了哈。Pasifanaku singsi damianan amisanga do satuk atau bib anini 哈，这个非常规范哈，就是说 damianan 哈，所以都主词在这里哈。姑在这个地方，所以老师是主持，老师教导巴西凡纳，所以真正的动词是教导，那制作也是动词巴西凡纳阿米桑啊，伊达米亚难那也可以它其实是个连动词那巴西凡纳古形系伊达米亚难阿米桑啊，都是都都比阿尼尼非常好哈。那这个阿尼尼呢，也可以摆在最前哈，阿尼尼。Pasifana aku singsi damiana na misalnya atau datuk atau bib没有问题哈。好，这个首选这个非常好哈。老师品节好了，品节好了，这么快？好，品节好，品节跟秀兰都好了哈。好，等一下哈，我们一个一个来哈。我就先讲品节的哈。基本上这一句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哈。Pasifana ko singsi idamianan amisanga to datuk anini 好，这个也是一样哈，因为口簧琴嘛哈，口和琴就一个好，这个跟这个书写的这个句型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哈。好，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秀兰的，因为它是男士的哈，它的音应该是有点不太一样哈。音哈。再放大一点点哈。好，Pasifana ko pasuvanai idamianan misalnya to biuk anini alumya 好，可以哈。它的Pasifana哈，你的音是苏吗？Pasifana吗？Pasifana吗？那个秀兰。Pasifana应该是对，应该是哈，因为我记得是了哈。对对。好，所以你的前面这个也是哦。Pasifana对对对，应该都是Pasifana哈。Pasifana哈，应该是这样子哈。Idamianan misalnya to biuk anini alumya 好，所以你这个哈，你这个音就是你已经是混合了哈，因为你是男生就是哈 ，remiat 哈。那其实 remiat 也没有问题了，但就是说就怕那个怕那个批改的那个人他很龟毛，你知道吗？应该乌哈，应该乌哈 ，remiat。对，因为这是一个弱音因为这牵扯到舌尖发音的关系，你们的舌尖是平舌嘛，平的音呢往上翘的话就不好发，你们的舌尖是平的，你们发 R 的那个舌尖是平的，所以要发到乌的话就会，而且它的重音是在后面，所以前面不能重，它必须轻，就要弱，所以就变成的音哈。好，所以基本上这个架构也是一样的哈。好，那个拿住还没有哈？拿住有在线上吗？没有哈。没关系。有啊。那你翻的怎么样？好了哈。好。
OK。好，那到基本上秀姑峦跟海岸差别不是很大了哈，差别不是很大。那我看一下哈。好，Bagaimana aku singsi itamianan amisanga tu tuan ini tu mian，好，可以哈。后面加个都也可以哈，那不加也没有问题哈。制造什么东西？哈，那如果说是你要用都呢，我倒不如建议你用一，好，用一哈，一安妮妮，好了，你按。啊，如果说是都的话，它有可能是比较变成是，可能是一整天，或者是每天有这个概念在那个都。如果是一的话，大概就是单单是今天，好，它是比较小的概念。多的话，它是比较大的概念啊，有点，特别是指时间跟地点哈。好，那基本上多跟一都可以了哈，多跟一，你即使你不加也可以啊。巴西芬纳古星期他们那米三都拉都啊，所以阿尼尼亚罗米亚啊，一阿尼尼亚罗米亚，都阿尼尼亚罗米亚。以我来讲哈，一阿尼尼亚罗米亚啊，我觉得更好哈。啊，基本上都是 OK 了哈，都是没有问题。好，老师，请说。加与不加都可以吗？那个都跟一，啊，像我那个刚刚没有加，理论上是最好是加。啊，因为很多的这个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走正确的记法结构的话，一定要加一，一阿尼尼阿鲁米亚啊，都阿尼尼阿鲁米亚，所以我们正常指时间地点会通常用一啦。啊，一做爱去说，一今天一格林国干古有没有一有没有？来，那个是地点啊。地点是。哎，对，啊，时间也是用一哈。那最好是时间跟地点最好都是用一，因为它哦牵扯到指定的时间跟地点在。嗯好啊，用都跟一都可以了哈，在记法结构嗯上来讲都是 OK 的哈，都是 OK 的。那这个马兰的哈，马兰的呢，它呃它的这个口簧琴也叫沙豆，但是它的这个笛子叫多利路子哈，这个单词反正我们也参考了啊。它是这样写哈，多利路子哈。这个字我没有研究了哈，我没有研究。嗯，基本上这个结构啊，大概是这样子哈。重点是，请说。老师，我们那个南石阿美的那个口簧琴要怎么讲？ view 有点是吹的意思了。那是笛子啊，口簧琴，口簧琴。yoke 的话呢，你们是这个是口簧琴，应该就是笛子嘛，对不对哈？对。口簧琴呢？没有，如果是口簧琴的话，我们都叫沙豆了。拉豆啊。哎，哦，全部都是。但是你知道这个 view 它是那个吹的意思哦。吹哦，哎，它这个意思是吹哦。嗯。哦，按照这个音去分析的话，它是吹哈。吹哈。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二句了哈，第二句好一样哈，就是说，第一句是这个秀兰哈，第二句是那个南若哈，第三句是这个淑贤哈，然后第五句是品杰哈。好，我们来继续来看，这个就更简单了哈，更简单了。这个结构呢，老实讲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啊，就是对阿美语来讲啊。我先把它还原一下哈，那你翻好的话，你就可以说一下哈。
在阿美语来讲要这样子，好。所以就继续沿用那个，哎，好，好了哈，啊，品节好了哈，好，等一下哈，好，这个很好。我们能估拉读，因为主词是拉读哈，主词是拉读哈，笛子哈，口簧琴是什么？竹笛是什么？就是说，有时候因为这个牵扯到，因为中文它本来就是比较任意哈，任意哈那阿美语的记法结构不能太那个哈，是它还是比较严谨的哈，严谨所显的基本上你这个第一句翻出来，第二句是非常简单的了哈。好，我们呢，给它读个读 a bib 哈，a bib 哈，好，这个 a bib 呢，就是其实 a bib 应该叫哨子了，哈，哨子哈，哨子哈，bib bib bib 哈，好，那录的哈，好，我们呢，给它读好，没问题哈。秀兰的，好，我们能够 view 我们能够上读哈，好，应该都是没有问题了哈。关键就是请说。五妈安还是五妈男？好，这个我等一下解释一下哈。那其实是一个简音了哈。我妈南好，妈南叫什么？我妈南呢？妈南哈，妈南它就是严格来讲，它就是马阿难，好，马阿难，然后这个两个怎么样变成一个哈，它是马岸后面加什么？再一个岸啊，我把它还原的话，要这样还原哈。那所以说如果是在后面加岸，表示什么？是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物品？主体是什么样的物品？那如果说，因为他没有说主体是什么样的物品，只是说主体是什么，那基本上就 OK 了。但是你翻成 umanan go view 也是可以或者是说主体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物品了哈。当然，因为案的话，它在某些词汇来讲，它是类别分类，比如说发发是什么？我们知道是女性。法那样男性，可是那个案其实它是类别分类，它是属于，比如说福丁案是什么？鱼类，当招案是人类当招是人，后面加案它就变人类了人类人种，所以案它有种类的这个意思在那案那就变成 manan umanan ku umanan ku ni 这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样的东西？好那因为我们的单字就是已经简音了，就是两个合并成一个哈，好，合并成一个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哈。那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我们也可以讨论哈。那如果说是这个马兰的呢马兰它可能就会加按了哈，会加按我看一下哈。我看一下资料好了哈，我的资料应该打开。是
第3课嘛。法兰奥一样哈，五曼难哈，五曼难国家读个独立路超好，那是一样的哈，它就是马按而已哈，没有那个哈。好，等一下我们可以参考了哈。好，再下来就比较长的句子哈，比较长啊，一样哈，第一句是秀兰，第2句是阿多，第3句淑贤，然后那个品杰最后一句啊，就是单词单词竹子跟贵族这个2个单词，还有建筑啊刚好就是应该没有问题了哈。乐器怎么说？好，那个品杰乐器会不会说？你不能讲话哈，还在吃饭。好，那个淑贤呢？乐器你会怎么构词？好，没关系。达苏尼安。好，可以哈，达苏尼安哈，好，可以。好，你现在就可以练习翻哈。那因为它是2个子句当然这个可以合并，可以合并哈。那这个他呢，我是建议大家用这个他哈，建议大家用这个字吉拉因为它就是物品你不能喝。等我回来再喝好啊，过去。你8点几？8点15。还1个小时。好了，先换去。好，淑贤翻好了哈。好，淑贤。都改极了那个下面好，下面好 ，OK。好，第3句好，稍微放大一点哈。好，我们3个案nu tatu asan tasunian jira uteges ku sapisanga 好，很好哈，这个非常规范哈，一定因为它的动词是在这里哈，这个第一个句子的动词在这里，所以乌是第一个字所以我们的乌是非常重要的哈不管是词组也一样哈，你看乌是乌好，很好哈，大多安善多 us 也可以了哈。我你3个按的多 us 大苏尼按大苏尼声音大苏尼按是当做声音的一个东西好，这个就是贵族了哈，这个是好，傻逼3个好，这个构词很好好，我看一下其他的品前哈。老师，建筑怎么讲啊？建筑？我知道是福禄。对，福禄一时想不起来，谢谢。不会。好，这个品节的哈我们3个按努马多阿塞努尼亚都这个大苏尼按节了，好，这个也很好哈。
这个就是书写这个哈，没有把那个我们加进来哈，你再试看看这个我们要加在哪里啊？我们我们的祖先嘛哈，啊，马多阿塞努尼亚哈，好，所以这个欧伊桑安努马多阿塞努尼亚都这个是啊。到苏尼案级了，好，这个就是品节这个部分，就是他把这个两个子句合成一个句子啊，也非常好哈，啊，非常好哈，他直接就用一个乌而已，就做两个这个啊。当然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吹毛求疵的哈，就是说，基本上翻译是 OK 的啦，没有问题哈。那就是说，理论上哈，就说这个品节这个部分哈，做成的材料这个做成啊，当然米三个案也没有问题，也是可以替代的啊。就是说，如果说是按照句子中文句子跟阿美语的句子来对照的话，啊，你这个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哈。那书写的那个就是这个我们没有加进来啊，没有加进来啊，就是说我们尽量按照中文的这个词义把它翻出来啊，把它翻出来，这样的话我们的句子才会对应，要不然说阿美语中文有时候对应不起来，就是麻烦在这里，就是说很多学生他在9阶教材里面哈，他有很多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在这里，那阿美语跟中文它有些是对应不上的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哈，会有这些问题存在哈。好，我们看一下那个拿出的哈。好，拿出是这个修古兰哈。好，它是用这个，我们先念一下哈。好，大多阿三尼大哥米的个爱阿米桑啊萨苏尼恩，我的个是过萨比桑啊，好，它是我们祖先发明的乐器哦，发明先哦，这个是这个米德个爱哈，就是开始了哈，最先开始他这个然后呢把这个字加进来也不是不可以了哈。好，等一下我们再看哈。阿弥桑啊，按，好，所以这个那对，哎，所以这里就是孤孤这个地方呢，它必须是名词词组，是不是？是，但是你是动词词组哦，可以理解吗？米桑啊，萨苏尼恩，它就变动词咯。要发出声音哦。米桑啊是去制作哦，米这个爱开始，是不是？但是就是说，它真正的这个是乐器啊，是不是？它的主词应该是乐器啊。对，祖先发明的乐器，是不是？所以它的主词应该是乐器。所以你这个地方你再修改一下看看，好，你是再思考一下哈。好，改好之后再那个哈。修然还没好哈。好，修然好了。好，修然的哈。乌米桑安诺米达杜阿斯达杜达苏尼安吉了福禄应该是福禄福禄多一个 U， 福禄福哈恩，武汉人应该是武汉人，武汉哦，武汉人加个 N 是吗？打洞叫做武汉人。
来，所以是 NG 哦，武，系武武行，汉哦，是 NG 哦，武汉哦。对对对对，武行人好，所以你这个，NGEN，嘿，啊，好，你这边的话，乌尼桑安诺米达，就是这里哈，米大读20这个地方差不够，要加什么？阿达杜阿善，阿达杜阿少，阿杜阿是吗？你看你自己念看，不是我加了一个啊哈，你看会不会顺？你念看看。乌尼桑安诺，那里第一个乌尼桑安诺米达阿杜阿斯，阿达杜阿善紧拉，大苏尼案达苏尼安紧拉，紧拉，急了，哎，所以你觉得顺吗？觉得还可以啊，可以啊。嗯，乌是还是尼读桑安诺米达，啊，杜阿斯啊，就是说达苏尼安，乌尼桑安诺米达杜阿斯，乌尼桑安诺米达努杜阿斯努哦，努杜阿塞，努更好，用那个属嘛属格哈，用属对，格属来哈，于祖先嘛，是不是？对对对，所以用属格努是最哎好。好达苏尼案没有问题，吉拉它是属于我们祖先所制造的乐器，所发明的乐器嗯，所以福禄福禄乌福禄福禄是禁要加足吗？要加乌。哦，要加乌哈。好，问题是后面也不顺哈，乌福禄福行恩古尼布行案吗？要加一个所以这个句子你看看你要怎么改？可以加古尼布行案吗？就你自己修改看看，乌就是后面这句就是有点问题哈。对，乌罗古乌行乌行恩古乌罗哎，对，乌行恩古乌罗达萨比桑啊，可不可以这样子对调？所以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中文的结构哈，是建筑打洞制造的，所以应该是先讲打洞，然后再讲建筑是吗？做成的。就是有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句子哈，我看一下在哪里就看它的中文是什么是足底，它应该在阿妹应该什么足底是什么，类似这种概念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中文调整到我们阿妹结果你才会翻得比较准确因为中文本来就是它很任意它的这个结构因为它是单音节词，它叫孤立除非是名词2个字的名词不能调之外，它其他很容易调的所以你试看看，你再修改看看会不会更顺一点乌行恩古布洛达马桑啊，可以这样子吗？达马桑啊，乌行恩古布洛达马桑啊。好，等一下如果是我你乌行恩乌行案，你乌行案乌行恩乌尼布行恩布洛对，布洛达马桑啊，可以这样子吗？姑姑什么？沙比桑是吧？可以吗？制作还没有做成嘛，对不对好，OK 好，布洛过沙比桑这样比较顺，对，谢谢老师不会那我就给他是，如果我用那个米桑案可以不用那个米桑案都可以有差吗？如果说用米桑案跟尼桑案有什么差别？你是说咪还是因为你前面是你3个案你是要说是咪还是咪的问题是吗？
对对，没错，哎，啊咪或你的问题哈。好，啊没关系哈，等一下我再讲好了哈。我看一下那个，那多你的好了吗？哦，好了哈。好，那稍等我们看一下哈。那这的哈，那这的是这里的哈。我再看一下。好，utatu asan ita ko mitaka ay amisan an to sasunian。utakas ko sapisanga。好，后面没有问题哈。utakas ko sapisanga。utatu asan ita ko mitaka ay misanga to sasunian。所以你的问题应该是那个安卓。还是我傻傻分不清楚哎。好，没有关系哈。你这个就是说，它真正的这个主词是这个，是不是？沙苏尼案是不是乐器？对，所以它是一个名词词组，但是它是动词去解释哈。谁先开始？这个爱是谁先开始的，对不对？开始去制造，去制造。我们这个爱啊，这个爱啊，米三啊，都沙苏尼案，所以那个案就不要了啊。你的问题就是后面那个沙苏尼案我打多三你打过米这个爱啊，米三啊，都沙苏尼案，我的个是个沙比三啊，这样就对了，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好不好？哦，好，好 ，OK。那这边的话，那个刚刚那个秀兰讲的这个有关咪跟妮的问题哈，那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大概普遍的问题了哈，但是这个东西呢，我现在解释的就是我自己的概念哈。那因为我自己调查的时候，因为这个问题在应该是去年吧，去年就有争论了，有关咪跟妮的问题有争论有争论其实是很好，并不是不好但是争论就研究嘛，是不是？不要吵架嘛。对吧？对，就吵架就麻烦了哈。好，问题就在这里哈。那因为现在有些方言它妮跟咪没有什么差别。我讲有些方言有些方言。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妮跟咪的问题呢，我自己考察，我主要是从圣经来，因为圣经里面出现的频率非常多，非常多。就是在圣经里面只要后面有暗的只要后面有暗的，它不会出现咪一定是妮。圣经就因为这是一个规律，就是这是个语音规律，就是说，因为你三个暗你三个暗跟咪三个暗，因为一个妮一个咪呢，也牵扯到发音的高跟低那如果说以顺畅来讲会妮三个暗，妮三个暗比较好一点，因为牵扯到后面是暗，它这个叫做这个名词叫同化了同化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 Google 同化什么叫同化？就是就好像这个英文英文那个叫做旧金山品杰，旧金山怎么说？你可以讲话了吗？ Chicago，不，旧金山英语 San Francisco，好San Francisco，好，它是 San， 是不是？有没有人会拼？品杰，你不能讲话吗？还是不行啊？品杰 FRAN FRAN C 还是 S 啊？我也不太确定。
好，没有关系哈，音不准没有关系哈。但是那个品杰，你念一下这个。San Francisco。好，大部分的人哈都会念 n 的音，大部分。可是你去听英国人、美国人，他不会念 n， 他会念什么？他会念成 Sam Sam。你可以去听就是这个，它为什么会变成 m 呢？因为牵涉到连音的关系，是 m 跟 f， 它的音是非常亲密的，可是 n 跟 f 它是有点差距的，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发 m 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后面是变成 f， 所以我发 m 呢，同样是鼻音发 m 呢，它会直接跟它连上。如果是发 n 呢，它会有一点点排斥性，没有那么合。这两个音它是两个音区因为 f 是嘴唇音 ，m 也是嘴唇音，n 呢是叫这个后鼻音，好，后鼻音，好，所以外国人因为他知道他怎么发，所以他都会发 Sam 不会是 San Francisco， 是 San Francisco 一样的概念，就是说你三个按呢一样就老人呢他都会念咪，那会念咪的，我跟你讲，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就是可能他的阿美语还没有到那么流畅，可是呢他又不常说，就是说他的语音的这个历练呢还不太够，就像我们都是用咪，以我来讲的话，我真的是咪呢，我不会咪，因为我们不常说老人的话他都是咪，但是我讲的就是说关键在哪里？就是说还是跟个人有关系跟个人有关系。那有些方言呢你上岸跟没上岸没有差别，那有些方言已经分了。如果按照真正来讲，这个呢是什么？它是已经是发生了。咪是什么？还没有。咪就是还没有，呢是已经是发生了我这边特别提出来那可能这个部分我就讲这么多了那秀兰，如果说这个你有兴趣我们可以再另外讨论了好，好来。好，我们再把这个句子来练习翻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吹笛子、吹口簧琴竹笛？来练习一下所以吹吹就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关键词。好，好，谢谢那个有提供那个单字的好，这个是书写的了书写的，我们看一下好，放大一点Ihaku aku pisunian totatok atau pip Ihaku aku pisunian 好，基本上也 OK 了比苏尼案比苏尼案是吹奏的时间totatok atau pip 好，Ihaku
哈，伊哈古啊。好，这个书写你这个可不可以再加进来？可以，可以这个字，可以吹奏，有没有？可以吹口簧琴。我进去。哎，对，你再试着加进来哈。伊哈古啊，没有问题哈。什么时候？好，品节的啊。品节的，看一下啊。哈古啊，爱啊，巴苏尼多沙多，好好，蛮好的哦。啊，好，那个基本上品节这个已经非常好了哈。但是最好是什么？因为就是说可以哈，可以哈，因为他不确定可不可以追，是不是？所以最好是加吗？哈，最好是加吗？安诺哈古啊，mga ai巴苏尼杜拉杜，好，那因为当然这是你会的单词了，你这个单词是属于应该是属于北方的单词哈。那如果说是以南方的话，它是用哈朱瓦哈，哈朱瓦，哈朱瓦是指时间哈。那如果说是哈古瓦呢，这个是哈古瓦就是什么时候哈？嗯，何时多少哈？多少？这个就是南方的这个两个词已经分开了哈，但是北方没有分哈，北方。好，好，我看一下其他的。嗯，好，我们先看秀兰的哈。好，以哈沃阿玛生爱巴苏尼都非有这个就很好了哈。以哈沃阿玛生爱可以哈，可以能够哈。巴生爱它比较偏向能够当然也就是可以。以哈乌哈，是哈乌还是哈猪还是哈姑没那个秀兰哈猪啊，哈猪啊，我少写一个字，是哈猪啊，还一哈猪啊。所以当然我没有去求证哈，就是说，嗯，你们用哈猪是什么时候吗？对呀，还是哈姑对对对，哈猪啊，那因哈为猪啊，你已经远离部落了，嗯，好，哎，好，哈猪没关系哈，啊，没问题，一哈猪马登爱巴苏尼都非有没问题很好再来是我看一下这个，那说好。说的是这个Uhakuha kung aya pasunian to latok. Uhakuha kung aya pasuni to latok. Ha. Uhakuha. Uhakuha. Ha. Ngaayay apasuni. Ngaayay apasuni. Ngaayay apasunian to latok. Pasunian to latok. 好，我先那个那洛，你为什么要加按这个巴苏尼按的按不，比苏尼按。
，Hello，哦，你是下一句是吗？就是你对，现在改的是第二句就对了哈。第二，哦，那就这句就删掉了哈。好，啊、好，那你为什么用乌哈？乌哈古啊古是吗？强调什么时候？也不是不可以哈，就是说以我们的习惯哈，就是你记住，时间跟地点通常用一呀、好，因为时间是指定的时间嘛，在什么时间，是不是？当然乌哈古啊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以我们口语来讲的话，或者是我们的概念，通常用一啊会比较好。伊哈古公阿呀巴苏尼杜拉杜哈，那老实讲哈，就是说，以我们这个句子结构来讲哈，呃，什么时候可以吹口簧琴哈？什么时候时间啊？因为这个没有施动者，有没有？它其实是一个动词词组，吹口簧琴可以吹口簧琴，什么时间吹口簧琴？好所以可以不用估哈，用什么？用就像这个伊哈过阿妈登爱阿巴苏尼多 feel 哈包括这个书写这个也是一样哈，用比较好哈。伊哈过阿巴苏尼安多拉多阿多比哈啊，这样会比较好哈，会比较好。好，我看一下那个，现在就是我要问的就是说哈，巴苏尼案哈比苏尼案哈，比苏尼案那个，因为那个书写你也是用比苏尼案的哈，那个比苏尼案就是指吹奏的时间，是指吹奏的时间哈，是没有问题哦就是我要让你知道，就是问你要加案的意思就是吹奏的时间是可以的没有问题。那巴苏内就是吹奏嘛巴苏尼都拉都巴苏尼按都拉都多贝就是都可以，只是比苏尼按比苏尼按就是指吹奏的时间哈。好，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书写又改了哈。好，对。好，我们再把这个书写的这个改一下哈。看，好以下过mga ay misuni tulatok ato可以哈，misuni tulatok哈。好，那这边又出现这个有八的了哈，有 B 的了哈巴苏尼巴苏尼这边这边是米苏尼去发出声音也可以哈。米苏尼都啥读？米巴苏尼那个书写哈，我还是建议你还是用咪巴比较好去使发出声音了或者是巴苏尼米巴苏尼都可以。米苏尼都啥读就差那么一点点了，我觉得啦，我的感觉了好，那米巴苏尼是绝对没有问题了好，这是我的建议了因为使发出声音去使发出声音没有问题。因为米苏尼也不是不可以，因为这个东西为什么是不能咪？就是说因为你要去做这件事情它才会发出声音那咪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感觉了感觉，所以咪巴苏尼会更好一点，巴苏尼也可以好。
好，这是这个刚刚还没有。好，明白顺利，好 ，OK， 没问题了哈。好，这样子呢，我们就这个先休息一下哈，休息一下。我们大概8:05，啊，8:05我们再继续往下。所以牛肉好，那我们看这个第一句来看一下啊，所以茅屋好，茅草屋、仓库、瞭望台、房舍集会所、教会房舍谷仓瞭望台来试看看，这应该不难哈，就是单词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有所以这个字就是要什么在开头，因为这个字就是动词，所以动词在第一个位置。所以这个词比较，它是要用词组的概念茅草屋、茅屋好，我看有没有好的好。伊拉国是非，第二句是吗？对对，好。好，伊拉国是非比较早晚多给改一年了年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伊拉国是非比较早晚给改一年了年很好这个就是非常规范的一个结构好，比较早晚就是瞭望台了较早所以较早它有守护的意思在守护。是非就是集会所或者是部落中心都可以叫集会是非好，很好品节好，伊拉古罗马有书古都嘎嘎早晚一年了念好，可以书古书古也是可以了所以你查的单词是书古嘛好，嘎嘎早晚也不是不可以了如果说是嘎嘎早晚那个品节嘎嘎早晚呢，它会演变成是我要去这个当然你也不能说不是瞭望台了也是可以了嘎嘎早晚就是变成是他常常去的地方常常去
瞭望的地方哈。那理论上，如果说我们讲瞭望台的话哈，我们通常用比嘎扎万，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场所哈，固定的。那嘎嘎扎万它可能不一定是固定的场所，它可能是去别的地方啊。我这边的说明大概是这样的哈。好，伊拉咕噜玛啊，没有问题啊，噜玛防射哈。好。usuku atau kakazawan ini niam哈，好，可以。好，看这个拿多少的哈。好，伊拉咕噜玛阿里里好，atau pikazawan niam 好，这个也非常好哈。阿里里好，阿里里好，好，阿里里就是谷仓哈。好，所以阿里里呢，它这个词应该是排列的意思了哈，排列可以堆放的啊，可以堆放排列的啊，它就演变成谷仓哈。伊拉咕噜玛阿里里atau pikazawan niam 哈。好，可以。这个句子都是比较简单的了哈。好，我们看这个秀兰的哈，秀兰的它是词组哈，茅草屋哈。係嗯， aluma 好，可以了哈。伊拉过来aluma啊，suku atau atawan ini Atawang 啊，应该少一个 z。atawan Atawang 好，所以你们瞭望台是用atawan是吗？ Atawang 对，可以了，atawan基本上它是大门的意思了哈。那大门当然就是一个关卡哈，就是进入部落的一个关卡。通常这个也是设在那个地方啊，也是可以哈。好，阿里阿鲁玛，好，好，茅草屋啊，好，那就是说这个你这个结构哈，也不是不可以了哈。好，等一下哈。係加个 no 会更好哈。而家個 no ale aluma 哈。对，好。哦。因为它有功能的存在。它是属于什么？属于茅草的，有没有？属格嘛哈。对，属于茅草的房子。所以就是你记住，如果它是有功能性的哈，最好是用 no。OK。你这个句子就会更漂亮哈。伊拉古 no ali an，你看 no ali an 有没有？在这个岸哈，对，场所嘛哈。不是，它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茅草类型的。房屋啊，对 ，no ali an aroma。就是这个词组的话就更漂亮哈，更漂亮哈。好，好，阿三万哈，好，那这个，好，刚刚那个多贡老师有这个建议了哈，我看一下哈，他的建议是这个有关那个奴盖比奴盖的哈，把它打上来哈。好，他说米努盖多基亚，他就是当然基本上米努盖度也没问题了，米努盖度，所以你看他是嘎木有没有？他为什么后面加嘎木？因为你是希望他怎么样？应该要回家了希望你们要回家了，所以这个多贡老师他的这个句子就更规范，就是其实就是符合我刚刚所讲的那个概念那米努盖通常是自己，然后咪就是自己可以决定，但是 B 呢不一定是，也可以是对自己说
但是通常是对别人说，好，应该怎么样啊？或者是那个 B 现在大概都翻成请吧，啊，请回家，哈，大概是这个概念哈。啊，那个谢谢那个读公老师哈，他的这个建议哈。好，我们还可以哈，我们把这个句子哈，来这个练习一下啊，茅草屋。所以这个第一句哈，它是用词组的概念，就稍微有一点点难度了哈，但是没有什么差别哈。好，我们练习一下，来。既凉快又温暖哈，乘凉取暖。这个第三句，怎么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哈？第三句，好，没有关系哈，就这样翻哈。嗯，这过了吗？嗯，好，好。哦，刚刚那个德贡老师说少打了一个 T 了哈。哦，民族该都给大哈，民族该都该木哈，啊，没有错哈。好，凉快乘凉取暖，好，温暖，好，这个关键词哈。这个第三句呢，专心敬拜啊，这样这个最后一句也是乘凉跟取暖哈。第二句大概是最规范的句子，而且应该是最好翻的哈，因为它就是关键在这里哈。包括这个马兰的也是哈，是哈当然这个也是了哈，是，嗯。好，我们先看一下书写的哈，书写的，它是这个哈。啊，我激发了做爱啊，比答案都高啊，是国有盖哈，那就是这个词哈激发了做爱，激发了做爱是有心的哈，有心哈，哎，你在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这个词缀哈，词缀的应用哈，那个书写你在基本上就是这个字而已哈。不只有这个字。你就是还是要多想一下，看看能不能更好。好，因为他是讲专心嘛，当然，其实也可以有心专心，有心跟专心在层次上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哈。好，你这个词叫有心的啊，揭发的说还是有心人呐。好，我们看一下品节的哈。品节的，很好哈。好，但是pagi lisong atau pasihaku kuruma niam i damianan 当然你这个浪呢哈，浪就是八哈，你的概念是在这里了哈。我们的家是让我们乘凉哈，你送阴凉哈，把吉利送哈，把吉利送岸都把这个岸所以这边还是要加乌会可能更好哈，乌。就是它当然是让但是它有寻求的意思哈，提供哈，我把你中岸，把这个国岸好其实可以了哈，我把给你送都把这个古罗马你看以达米亚难哈，好，这个可以哈。好，我们看，秀兰，你是第二句是哈？第二句行系，第二句。好，第二句啊。我sabi ai, aku ai kono ali hananai aroma noniam 哈，所以这个 go 跟 no 要分开，我sabi ai 哈，所以你这个sabi ai 就是乘凉哈，凉快的，sabi ai 是凉快的，凉快的。好，凉快哈，是凉快哈，好，它基本上是对应了，他就说哈。理论上你这一句是最难的，为什么？既凉快又温暖哈，你看既凉快，他们都是并列，凉快和取暖避雨和取暖，乘凉和取暖，你是什么？既凉快又温暖，所以你看看你要怎么加强就是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分到没有分到你看看，对加干啊，有加sabi ai，有加deku ai，加有加sabi ai，嘎只是说有当成的意思在，就是常常是这个样子，常常凉快。嘎sabi ai就是那个都是常常凉快的，那嘎deku ai就是常常是温暖的，常态性，它时间都是这个。所以那个嘎只是这个意思，但是还是没有既跟又，你再思考看看啊，再思考看看，不要急哈，不要急，就是我们要把那个字翻到的话更好了哈，就是你的这个句子确实是最难的，
就是这里面最难的就是你的句子啊，因为有那个关键词哈。好，好，这个我比给3bulan，好，bikin sambulan ha, atau bikin sakuan kalau maknya. Bikin sambulan atau bikin sakuan kalau maknya， 好，很好哈。所以这个句子就是这个句子就非常完整的哈，可以说是完全按照这个句子的结构哈，就说那个品节哈，就说你可以参考这个用 B 哈，B， 为什么是 B 呢？就是说这边讲一下哈，为什么是 B 呢？因为它前面是 U 哈。那你不是说你这个不对哈，就是说，就在我们阿美语的这个来讲的话，这个屋后面哈，屋后面它要变名词性，要这样变成按哈，基本上你这个是可以的了哈，不是不可以哦，就是说希望能够更好哈，后面加按，说屋的后面它要变成名词性，所以很多咪它会变成是 B ，bigi 你看 bigi 当然 gi 它是有点是指定的意思，指定要到那个地方 gi 它有点强制要做什么，就是到那个地方去做什么到那个地方去乘凉取暖，它有这个意识在所以用 bigi 那这个也有可能跟发音也有一点点关系可能也有点关系bagi 老实讲 bagi 我们在阿美语很少见，或者是就我现在看见的就是我讲是词缀的部分词缀的部分没有 bagi 都是 bigi 好，词缀的部分那我不知道你看的是这个字典里面我是自己构词找的。好，很好就是说可以了，你已经有这个概念就是我刚刚讲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说屋的后面它必须要变成名物化屋的后面，因为屋是什么？有没有？是什么？它是后面是名词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可以。对，就是那为什么要加按关键在这里好，那个书写的书写它又改了看看。好，可以对，这个词就很好这个词就是非常好umi selalu julai bitaungan to kawas kukyukai ubi